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睇《灣星談》，我係阿正。今期同大家嚟到咗龍崗九裕城啊，分享翻一套景觀同埋性價比都唔錯嘅一個單位嚇。睇翻呢個鏡頭呢一邊先啦，龍崗九裕城俾到我哋嘅感覺咧就係密度會非常之高嚇。但係我哋呢一套單位咧，佢係東向望住內園景觀嘅，可以講咧其實相對嚟講佢嘅視野係會比其他嘅樓對樓咧係會闊少少嘅。望住中軸內園嘅情況下咧，遠處嘅位置嚇，出面嘅位置咧有啲農村屋呢啲位置咧，佢係唔會起樓嘅，所以講相對嚟講視野咧都係唔錯嘅。今期要介紹呢套單位咧係89平方嘅3房2衛佈局，可以講空間啊或者係佢嘅一個裝修嚟講咧都係會保持得唔錯嘅。呢套單位咧當時係最開始嘅一批賣嘅，大概19年左右，收樓咧係23年，到依家咧完全係冇任何啲沙眼嘅痕跡，所以講咧我覺得買呢啲單位咧亦都係有保障嘅。目前佢個總價咧37萬8，計翻單價咧4200蚊，辦埋咗精裝修，可以講性價比極高。有啲人會擔心，呢個片區係咪好少人住啊？俾大家睇睇啦。其實依家呢邊嘅入住率咧，我覺得應該接近會差唔多有20%左右。但係大家要記住呢個樓盤佢嘅體量咧已經賣咗3000幾戶，接近4000戶嘅情況下，20%嘅情況咧佢又去到咗800幾戶。所以講其實對於依家嚟講咧，咁個人氣我覺得唔算差。再加上嗱，睇翻路邊嘅位置。依家亦都路邊開始泊滿好多一啲車喺度啦，所以講咧其實慢慢咧人氣亦都會上嚟嘅，包括咗前方嘅位置咧呢邊都有車嘅。咁我哋剛先入嚟嘅時候咧，發覺咗依家啲公共交通嘅路線咧204、206咧已經係通到我哋龍崗九裕城嘅位置啦。所以講你擔心交通出行嘅情況咧，其實依家呢個樓盤各方面咧亦都係慢慢咁樣提升嘅。如果諗住以一個低成本嘅預算啦，買翻一套位於我哋少年新區嘅房宇嘅情況咧，其實龍崗九裕城呢邊嘅二手單位咧都係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對象。依家睇翻呢套單位佢嘅空間佈局先。呢一隻戶型咧係經典嘅直廳戶型佈局嚇，咁飯廳客廳咧都係有個唔錯空間。雖然講89平方，但係佢嘅正開間咧去到3.4米嘅，睇睇磚就知道啦。1、2、3、4隻80個磚，呢邊咧仲有20公分，所以講係3.4米嘅開間嘅。主要俾大家睇翻啦，呢一套單位佢唔會好似以前嗰啲其他嘅發展商嘅有沙眼或者係啲爆裂嘅痕跡，因為收樓咗已經3、4年左右嘅時間啦，我覺得保持得好新淨。咁現場咧係好多灰塵嘅，因為冇關好門窗咧，都會導致有咁嘅情況。到時候只需要搞衞生啦，呢啲就基本上同新嘅一樣啦。過到嚟呢邊，甚至可以放翻張圓台啊，因為呢個空間絕對足夠。然後睇翻入門嘅位置先，入門嘅左手邊咧係送咗一個鞋櫃俾大家嘅，包括咗有鏡櫃同埋其他嘅收納空間。呢邊可以做洞板、換鞋凳，然後延伸翻過嚟咧做翻我哋嘅一個餐邊櫃都 OK 嘅。喺入門嘅右手邊就會嚟到咗我哋嘅廚房。嗱，廚房呢邊唔算太大，雙操作台錯位嘅設計，所以講咧就基本上兩公婆一齊去煮嘢食咧，亦都有足夠嘅空間。櫃類同埋下面嘅櫥櫃呢啲全部係交樓標準嚟嘅，包括咗華帝品牌嘅3件套啊。再出到嚟呢度，生活陽台可以放下洗衣機同埋晾曬部分衣物。咁生活陽台呢邊望出去咧，就可能隱私性會差少少。然後再睇埋房間呢邊嘅採光同埋空間係點樣嘅。經典嘅戶型都係房間喺一邊咁樣啦。然後首先睇翻公共衛生間，呢一個採光嚟講咧，佢係依靠住生活陽台，所以講會暗少少，但係就全身嘅狀態咧，我覺得咁樣嘅質素同埋佢嘅交樓標準咧都係 OK 嘅。然後第一間房當時佈建嘅陽光房，其實喺呢個角度望出去咧，視野都開揚嘅。咁只不過對面係有樓啊，後期咧要加翻啲百葉簾或者係我哋嘅窗簾咁樣，避免呢啲咁樣嘅尷尬問題啦。空間1.5米床左右，咁然後過到嚟對面嘅位置，因為佢係一個東向嘅設計啊。當時發展商交樓咧，東向嘅單位佢都會有雙層中空隔音玻璃啦，同埋一啲百葉簾喺度嘅。你唔想有陽光入嚟咧，你就可以咁樣打氣，咁樣就冇乜陽光灑入啦。咁打氣咧就又有陽光灑入嚟。咁呢間房咧作為次臥，基本上咧，如果你係靠邊做個1.8米床，即係利用飄窗咧，亦都會比較好用嚇。然後最後再睇埋主人房，呢個位置咧係主人房衞生間。明顯採光會更加好啊，空間都會更加足夠少少。咁呢個馬桶洗手台鏡櫃咧都係當時嘅交樓標準嚟嘅。最後再睇埋主人房。主人房呢邊咧起床係望小區內園嘅景觀嘅。我覺得佢嘅視覺感嚟講咧，視野嚟講咧，相對於龍崗九裕城嚟講，應該算係會比較開揚嘅。
咁啊，呢啲咁樣嘅護欄啦，後期拆咗佢啊，望到呢個景觀咧會更加舒服。呢一個咧就係今期同大家介紹位於我哋肇慶新區龍崗九裕城嘅一個二手樓啦，37萬8嘅總價，單價4200蚊。咁如果大家中意呢個片區嘅，我哋仲有更加多嘅房源可以提供分俾大家選擇。有興趣嘅聯繫翻阿靜上到嚟現場嘅位置進行實地考察。我哋下期再見。